你唔知捌听的这个台湾民间传说中间啊，有一个大人物啦，伊这个人叫做草上辉。哇，这个草上辉啊，伊的武艺啊，确实有影高强。伊这个人啊，拢常常爱路见不平啊，这个确实有影好人。但是呢，伊也有有一个兄哥啊，哇，武艺也较强。自13岁开始啊，伊就过到牙刀擘开的这个日子。但是呢，伊这个大哥啊，在江湖上啊，喷薄真久，江湖上一切代志，互伊看甲会心寒啊。有一天啊，伊这个大哥啊，决心退出江湖，要来举行一个叫做金盆洗手。这个金盆洗手呢，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都唔捌看过。来，咱甲看一个看卖，到底金盆洗手是安怎做？吼、大哥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物？天地，你敢看袂出来？今仔日就是大哥退出江湖的这个仪式。为什么啊？天地，你甲大哥斗阵遐尼久啊，大哥的代志你上了解。对啊。因为大哥在13岁时阵，已经过到牙刀擘开的日子。对。一个偷人、抢人、劫啊！无，你是咧讲啥咧菜啊？啦？我无你讲牙刀擘开。唔是啦，我即摆是咧讲我13岁过到牙刀擘开的日子，就是13岁我甲阮老爸咧菜市啊咧开过。对啦对啦，啊，毋过到我你20岁的时阵，大哥你伫咧江湖上就是一个真正的有名的江湖的大杀手啊。对，不但是大杀手，而且我阁兼这个台地工会理事长。啊，既然都遮尼啊公营，是安怎大哥你要今仔日要来退出这个江湖咧？哎，总讲一句，就是为了阮某啦。因为我的某，伊无爱我过到牙刀擘开的日子，所以奇怪，为着一个女人，大哥你就安尼下遮尔大的决心啊？唉，唔对咧，照我所知影，若是为着恁某啊，这一定是甲外口的查某有关，因为大哥你的偷窃新闻真正尔啊侪。冤枉，但迄可能要天大地大的冤枉，迄是不得已的啊！是安怎不得已？哎呦，你就知影你大哥是为了爱清气啊！啊，你还阁较奇怪，爱清气啊，甲查某人这有啥物关系啊？迄关系大喏，因为我的人爱清气，所以每工呢我拢去剃头店去马杀鸡，一间换过一间，一间换过一间。哎呦，迄剃头店的查某囡仔哦，迄毋知是去杀到我倒位咧。哦，安尼拢轻轻安尼撞我来啦。但是人咧讲剪不断，理越乱。哦，我安尼规派啦，安尼杀都杀袂开哦。哦，就是为着安尼是今仔日你才下遮尔大的决心性。嘿，这应该讲是其中的一项原因，最主要就是烧酒。酒敢是会改人的忧愁啊？哎，兄弟，所以你唔知影，伫咧江湖走跳的人，好应酬交际特别多啊。一天到晚嘛是啉烧酒，啉一个久来，我所变成酒精的中毒。结果了后呢，去医生检查，结果我的肺管硬化，最近我去调到12指肠溃疡、胃下垂、胃破腔兼心脏无力。哎，昨暗才发现到我膀胱原来是结石啊！好啊，你免搁讲下去啊，我已经拢一清二楚，我会了解啊。兄弟，安尼我即马开始。对，你若要开始，赶紧开始。好，但是呢，麻烦兄弟你捧一桶水给我。就搁捧一桶水。哎。安尼哦，好，我来捧。好。好。安尼我带先，无，我带先来洗脚。啊，大哥，你讲对唔对？对啊。你叫我捧水来，要你洗脚。兄弟，你敢唔捌听人江湖上的一句话，讲若退出江湖，就是表示爱洗脚洗手。我即马带先洗脚洗了再来洗手。啊，你才真超过啊你！